Hello，ยังภาษาจีน HSK， ยังหัวบทที่6บทที่6一分钱一分货，钱货货坑。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裤子，就是弄了送那么裤子。果汁，那么买果汁。西红柿，衬衫，手袜子我样，铜锭，行李箱，你明白吧？摆的，搞不等汤行李箱果可以了的。你一般在哪买衣服？你有哪些好的购物经验？ส่วนไรจะซื้ออยู่ไสจะมีนะ巴萨松是坑，怎么样？你们购物地点播沙滩梯，就是属于在商场了、市场，过去给挖了算来晚上，商场嘛，也有那小店嘛，行内啊。商场跟市场也别贴规划的，商场跟商场是改革的，对，商场上那个话行的压抑，มี商能商送个มี料个的มี商能是个มี的压抑挂没吧？市场个逛的，办看市场那个开阳个的，会个话了他，就感觉这边是趴着话菜市场，这话电子市场。那เราขายก็ขายเครื่องยางก็ขายยางซื่อๆไหมบอก电子คุยว่า电子 electronic electronic ภาษาเราก็คือการนี้เสื้อนะ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เสื้อนะไฟฟ้าอย่างเกี่ยวกับว่า电子市场อย่างคำว่า人才市场คุยว่าจะไปโซเวียตมันมีบริษัทหลายไปเอาคนไปโซเวียตนะว่า人才市场จะไปหน้าโซเวียตอยู่จริงมันคือการแต่งหนึ่งทุกแต่งก็มีมันมีหลายคนไปอยู่ใส่เวลาก็นั้นใจแล้วเมื่อใดวันที่เท่าไหร่เวลาคุยฝั่งมีแต่มันมีหลายส่วนแล้วก็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อยู่ใส่แล้วโอเค质量ก็ว่า了对不对质量怎么办质量บทที่เดี๋ยวนี้อย่างนั้นนะ质量ไม่อย่างคุยซ้ำมันก็บ่เหลียว่าแล้วก็质量คู่ปั๊บคู่น้ำพระ质量คู่น้ำพระมัน离不离มัน很好他们打还可以不太好嘛不离般带不太好不怎么好可很差不离了差可以过个月了那么ราคา嘛判太贵了合适贵个话了比较便宜非常便宜比较便宜嘛ราคาเท่าน้อย比较ว่ากันอย่างก็ดีกว่าธรรมดา非常嘛ดีหลายแต่เดี๋ยวนี้มาราคาเท่ากว่านี่มาเท่าไหร่评分不贴了那个话了评价不能评分评价个可以个不走了评价
100样评价。嘎巴蒙碰，嘎巴蒙碰没有？嘎巴蒙碰了，不了，嘎巴蒙碰就护士样，你很满意，或者来一般，不太满意，或者板带不滿意，或者滿意，你麼別天嘛話破仔，那個感覺那這樣就算了話他的那個服務，玻璃架啊沒得，算了話玻璃架的玻璃架個質量，酷怕咋話樣，哎呀不樣，質量。質量，庫巴帕個咩噃？庫巴帕算那個庫巴個玻璃架，就好似你樣送個禮個代咩噃？這玻璃缸你就坑庫巴卡玻璃就話樣個不太的。呢，補充他呢，張遠和李靜。聊李靜昨晚的購物經歷就原來那個巴薩松嘛經驗嘛不經歷個樣的經歷巴松港你嘛巴松港經驗巴松那個巴松港佢有不特巴松港那話經驗個經歷個經驗呢，怕是進步去講的，該幹哪一的，就經歷嘛，就去海洋了，經歷明白不？去講過就去海維亞尼了吧，不去海嘛，你到海了湖了嘛，就你有工作經歷了，對，就巴松港啊，明白不？巴松港他就沒經驗了嘛，去講的就你有工作經驗了嘛，對經歷嘛，就經歷了那樣，經歷了這件事情。就被擋路啊，那個就話經歷了這件一個交通事故，給他就怕了，佢敢經歷，佢敢怕了，這經驗嘛，就怕了，這就養護了呢，還長大你狂護了，對，你阿提白了個話，把長工 ，OK， 不玩。昨天晚上我給你打電話。一直沒人接，昨天晚上我給你打電話一直沒人接，你忙什麼？接我下沒？你忙什麼？回過了咖啡呀，就發我樣。昨天妻子讓我陪她去超市買果子，我們給我了，拿媽買我果子。還可以拿媽媽做人給我一杯果汁，我把手機忘在家裡了，忘了，虧不忘了，買這麼點東西也用不了，那麼長時間啊，可以去講了，可以去話了呢，可以去話還早唄，幫看你話了，算了，誰個把用，蘇太去講你話了，有誰的？去講不了你話了，理解不了，明白不？用不了那麼長時間啊，你要了，去講了解呢了，用不了嘛，誰不摸？去講了那麼摸了哈，算了，上那個想個不去講，怎麼的用不了那麼長時間啊？用塞啊。我們先去逛逛街嘛不？逛街就被湯被本啊，這四個代不四個代我逛，我們去逛閒逛，就被另個樣另個那個話的逛，那天壓抑的話嘛也的嘛，逛了會兒商場，
逛了会儿个的这样，我们先去逛了会儿，不会聊了要话會個會的，開會話會能在的一會兒，得板塊下面一會兒個的，一個不能走了，商場。为了不了，一进门，售货员就热情的，哇，嗡了嘛不了，因底下呢，热情的欢迎你们吧，售货员就热情的为我们介绍介绍那，那吧，来那。他买了一条裤子，一件衬衫，2双袜子，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裤子送回完了，我条衣服这话一件衣服，一件衬衫，你话没有？一件衣服给他，袜子。哦，那绑起了，没得绑起了，袜子。哦，皮包哦，我天的了，那绑起了。袜子，铜钉啊，2双袜子，双花裤嘛吧，松裤铜钉，裤铜钉松裤，2双袜子，3双袜子，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袜子这话双，这个货的袜子。料就塞不得嘛，一个袜子就塞不得嘛，那皮把塞完嘛不，皮把是了，塞个松裤、米裤。买东西时，我只看自己想买的，而且喜欢自己看、自己选。本对应选那个乐啊，不希望被别人打扰。那个我可以个话来话，光牌话打扰，我会让话了打搅个去讲搅嘛呢？你话提手旁加睡觉的觉，是那个话搅打搅。是啊，回家以后我才发现，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竟然啊，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竟然那么去讲，等，你讲到吃，哦，这话，这离的，那这离的嘛吧？对，去讲你了，过了拜打蜡，那个这个要去买果汁的，可以了，你买了，那样被吃果汁，对，拜了那个。加了那个了，这个那样不适那果汁那么买啊，是那个我竟然可以个话帕萨话给他的嘛，竟然我爱你那么多，你竟然不爱我，我要他早来，嘛吧，这竟然不爱我，可以这个嘛可以的对，你可以呼嘛吧，对，竟然那时候话竟然。他竟然对我说：“去讲，这边人得呢，这呼去讲你的，这可你的不没去讲你，了你呼了这个竟然，他竟然打我了，给大家明白？那款可以本了离没有？竟然抵亏了个，明白？你工作了，那活那不给你钱，他竟然不给我钱，我跟他为他工作了几天，给大家明白？竟然。”打扰，袜子，售货员，果汁。王静在商店买西红柿，忙
嘛顶了嘛乐，哎，往看会不这西红柿嘛乐啊，嘛乐，西红柿哇番茄个来的啊，去讲的，他哇那个番茄酱那个要哇番茄酱，那不哇西红柿酱，番茄酱，哦，不行给了，开抢。这话呢，苹果酱，Apple sour 可可以本了没吧？马不本沙克讲的没？橘子酱，橘子酱，哎呀，去讲批判的酱嘛，这话臭鱼酱、虾酱嘛，咖喱去讲的啊。咖喱个台嘛，我这进咖喱那怕看老野菜酱啊那酱嘛有这看嘛有那个米诺也嘛来有那么讲了我酱。对呀，你们西红柿可以话它，你酱就被手胶那么不，就被 mini mart 就被 supermarket 是什么，就胶熬嘛嘛就熬你熬波筋。但那话番茄酱可以不然不过西红柿个台番茄个台吧，这不那不话西红柿酱嘛不话番茄酱，这怕啥了？番茄新鲜嘛，番茄个西红柿个干的，番草字头番茄，哎呀我的天呐，茄个茄子的茄，这不茄子不？茄子哇洋嘛，番茄。茄子，蛮坑啊，蛮坑哇茄子，茄子跟番茄不够讲的这货嘛蛮坑嘛，要，蛮坑，番茄西红柿怎么这么贵啊？不，您放心，保证100%新鲜。保证会给我哈巴港，100%不懂嘛的帮，100%新鲜的素，怎么这么贵啊？我记得昨天记得啊，你给我得的呀，记得送完了送，他这话，他高兴的跳起来得，那么可的了，对你那就讲你们去讲带，可以这个带啊，我得记得昨天才3.5块一斤，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2倍。今天的价格是昨天2倍哇样的，马尼拉卡米，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2倍，这本。但你我话呢，2倍，拉卡怂了，那话嘞，那不话倍么RT百个么面嘛，3倍，哦，3倍，特了那个便利了，3倍，特了不然不爱个便利，皮包。上哇你头啊，上头我来不？你话上头背，去讲松头，头会这个1次2次给我头，背我抽啊！我的身高是你的2倍，
我的身高是你的2倍，身高不满2倍的这样。什么特那个摆特的啊？对，身高不得有2倍啊嘛？对，那也我的我靠。OK， 你问的这种是绿色的，您问的这种是绿色的，1分钱1分货。啊，你们看上啊，把用你们挖来，他只要我1分钱1分货，这挖的，这不挖2分钱2分货，3分钱3分货，给挖1分钱1分货嘛，了你们有几个1分钱嘛，不是一样，收不太一样了啊，1角钱个收不太一样了，5角个收在那一方啊，这1分钱嘛收不太一样的那，但你把用去讲你们挖来的1分钱1分货嘛去讲，就开坑样，这个拉卡的去讲样，头带，啊，这不带，这坑不买力不买来，这开来啊。上那就挖个牌给他的，这收样的1分钱1分货，说那宽体开，铺了开看了挖哦，这挖盘挖不盘样，那1分钱1分货的，会别贴就别贴嘛，往那不去讲搞，这1分钱1分货，这不那了，这被收嘛，这要拉看那也了开嘛，那挖1分钱1分货，这开样给他1分钱1分货。他宽挖就盘来这挖，就多拿了1分钱1分货。每天吃12个这种新鲜的西红柿啊，新鲜的蔬回挖的西红柿，我们给挖了，对皮肤有好处，皮肤还有好处啊，对皮肤囊块。皮肤표낭 표낭有好处，可我们把用啊，那个都有好处，理个的皮，你话皮肤啊，肤啊，了的。好，那我先买几个尝嘛，被神没不？晒不晒没？被神啊，对吧？我尝啊。你尝是什么味道？找啊，你神弄样味道啊？这被神给我神给对吧？给我尝试试的。弄死，那我弄杀，这被杀尝味道，唔系话杀嘛。看干嘛啊？杀尝是看干嘛？你去尝。再弄，我味道，会话尝味道，哦，你有尝味道，哦，他哇来了个了。味道，弄上的了，这可以本啊，那个，来吧，可以话味道那个去讲，弄上，肠哇上，弄上，来弄上，味道哇弄上哇，就个肠啊。有个厂啊，老个话题牌，哎是，你们弄上，哎，味道噶，
上个场了，我那话题白去讲，你不去讲了。如果嘛塞那么讲，就话尝味道，对味道嘛看难，尝嘛，不嘛那个尝啊，那个摇个尝，我想嘛去讲。อันนี้尝嘛ไปลง本ลง甜不甜，玩不玩？会这个巴萨的话省那样的。OK， 那我先买几个尝尝。好的，给您西红柿，一共2斤，14块。离境在商场买行李箱，大宝等谈话了行李箱。先生，我们店的行李箱都在这里，请问你有什么样的？一样的，可以给我了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去讲羊嘛什么样的？北去讲北啊，这叫北羊，什么种的？北你们这个样子的，对吧？这种的，给它这样子的。我想买一个轻一点的，轻一点，薄啊，买吧，不难哇，轻一点，轻没来都可以不要熬你，哎呦，轻，轻重，你们老虎了。哈很，这可以。这个绑啊，重量轻，啊不，你绑的嘛，绑那薄啊你，那薄。我想买轻一点的，那薄一点。您看看这个，不管从价格方面看，不管可以话了不哇，算了有个还是啊，不管从价格方面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八破啊，从质量上看都是值得考虑的。考虑各个话了，这样话打谁这样话考虑，值得嘛？空卡，值得空卡还样。质量是不错，请问这个多少钱？现在我们商场正好有打折，我6年也了打折嘛，还拉卡特打折活动。6年嘛把ส่วน来可以开拉卡克港呢，在เวลานี้可以打折活动，เวลานี้可以特透的病呀嘛，แล้วว่าปีใหม่还蛮长的，ว่า多是2折货，打完折是999啊，999你话999好耐就。另外一个话了，我抵多少八用，阳明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维修理，负责我花了还比说免费不使修理不顶，明白？免费的不是免费。不是看了哇，不是看。你们的服务不错，服务给我挖过来嘛嘛，不离岗，服务不错，价格也可以，就买这个吧。轻方面呢，你看了的话。不管从价格方面还是从质量方面，看它那这本汤浪这个方面什么，这本玻璃玻那个的，从这方面看，从那方面看，从这方面说，从那方面说，这个方面你好，那个方面你不好，这我宽给他，这方面值得。活动可以去挖了，去看你值得获得记得，找你要得，这是个想秘书想的啊。对他这话，我高兴的，我病的，我那么我得
不设想活动。内嘛有内啊，免费修理。OK 啊，提把竟然可以个话了的这些话一样啊，你们 adv force 用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前，表示没有想到，出乎意料。个话了就等等，这不可看去干的，这可干那的，了你便利。这个歌特别好听，最近很流行。不提了你个眼了，流行哇。不用提它哇，流行，并替你用啊，并替你用，最近说你，并替你用，你竟然没听过。讲的流行嘛，比听你用，那听你用不带个胡了没不？对。都样不可防，啥那歪，护士等等嘛，可以去护照去防了的嘛，不太去护了，怎样不护嘛？我话你竟然不知道，你竟然没听过，啥那话讲你竟然去讲这唐阳或者，竟然不听过，那歌去讲那想啊，来这家在不边上的话，他们大概你竟然没听过，来这家饭馆。吃饭的人竟然这么多，一个去讲到等等嘛吧，那可话呢饭馆，哈哈嘛，算了，没款来了哇，对，了你本款来了，竟然这么多，排队都排到门外边去了，排队都排到门外边去了，突宽哇，跳啊，排队啊，跳嘛吧，快来快有那么讲，走收了可以摆手，老收了可以收，啊，排队排到门外边去。回家以后我才发现，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你干嘛给忘了？念一念，完成句子或对话。在我听来，上海话和北京话几乎完全不同。竟然，在我听来，上海话和北京话几乎完全不同。那话呢，上海话嘛，怕啥上海的嘛想不去看，北京话个想有把根啊，几乎完全不同。竟然是在不胡了要话样，回个不胡的，竟然了啊，可了话样，竟然说这个北京话和上海话，北京话和上海话一样，竟然听起来一样，这话竟然到去看，他说茶这个词，竟然我或者说他说上海话和北京话，我竟然我都听得懂了话，那话你可以个呼，那可以个呼嘛不？竟然说北京话好像竟然哪个我都懂。都不会了话样，这话样个的，这话你给他，竟然他说北京话和上海话都听得懂啊，真是没想到，我几乎没认出来，我们几乎没认出你来，真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竟然看见你，我几乎没认出你来，没不？你竟然本着了，几乎没认出来。老在动复杂的，老在本那个不样不复杂，竟然是，真没想到，竟然是你啊！竟然是你给他，你嘛，这个复杂了吧？竟然是你啊！竟然是他啊！了话你啊，你说话竟然是你给他，这么远的路。竟然，这么远的路，你竟然只走了30分钟，明白不？你改来趟，对，走上这趟铁个嘛，后来可以去这嘛送上什么的。
进来。今天天气好，而且我喜欢骑自行车，又能锻炼身体，不好吗？倍奎格瓦了瓦特，松特、散特，3倍、4倍、5倍。量词表示倍数，它属于自主量词，后面一般不跟名词。例如，2的5倍是10，这个或者2捆哇，捆哈，明白不？等于套加10。个讲呢，捆帕萨金哇2的5倍给它，我做5的2倍给它，但是我2乘5等于10，2的5倍是10。我的工资是每月5000块，他的工资是我的2倍，2倍松特。เรามีเท่าไหร่เรามีพังเรามี4พัง了吗？1万了，5000个5000另外1万啊！我记得昨天才3块5一斤，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2倍。200是100的2倍，明白吧？这个和100的2倍，100乘2了啊，那这话200是100的2倍。但这不挖100个的啊，这挖50了几倍了？C 特明白4倍。每年7、8月有很多游客来这儿玩，最多的时候，这哇来的游客是去年的，最多的时候，每年7、8月有很多游客来玩，最多的时候来的游客是上个月的，你知道的话，别贴嘎阳个，知道别贴嘎阳是上个月的2倍，最多的时候来的人数，这话人数啊，话人，这话人是个不变，这里来的游客个的来的人，最多的时候来的人是上2个月的3倍、4倍给他的。今年咱们公司的收入怎么样？这话去年的2倍、3倍，这话2倍个不破，这话1.5倍给他。你看他1.5倍嘛，明白吧？1.5这个货的，他ราคา嘛100明白吧？1.5嘛，150了，不买松特了嘛？能做哈特啊，值得。表示动词表示做什么是有价值也好的结果。会给我的空看，您看看这个，不管从价格方面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值得考虑的。你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别总是为一点小事生气，不值得。你们不空看，不同阿龙鞋一点弄也这个仔还不空看。我们总是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缺点，但是别忘了他身上的优点。那个挖缺点跟挖优点更值得我们去发现与学习。缺点优点不留那个眼，缺点和优点。松鞋嘛，康鞋不嘛松鞋，康鞋跟康的啊，康鞋。缺点我康鞋。完成句子念佛啊，这件衣服值得我们买，明白？这件衣服很好，值得买。这件衣服质量不好，不值得给它，不值得买。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会有效果吗？效果会给我那个结果呢？碰，还得碰。效果，碰嘎托啊，
会有效果吗？你碰个土好不？效果看作用没嘛？碰个土，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会有效果吗？不值得试，会有效果吗？哇，值得空咖去试一下弄本，值得试一下，不值得试。我看这个办法不行，不值得试。我看这个办法很好，值得试一下。你学法律一定很苦很累吧？是，不过那完了演公买一定很苦很累。呀呀来哇！不过对那吧，不过值得学习嘛？是，不过值得学习。对了，值得值相同点都可以表示那话值或值得给它，或值给它都可以表示做某事有意义或有价值。这个调查对今后的工作很有用，花再多的时间也值得，也值。去讲的吧。这个调查规格不话来了，调查讲松软，对话来了米特那么可以提白讲松软了。这个调查对今后的工作也有用，这话也值得。不同点的话不可讲，值得是动词，后面可以带动词或小句，而值是形词，后面一般不带其他句子成分。那话你指的是宽干嘛？你只是形容词嘛？话宽康 idj 啊 idj 可以不话的形容词，后面一般不带其他成分上那你们谁干那看哪？那个谁个看哪来的？那的宾语不可看了。别生气了，咱们不值得为这点小事生气。为这点小事生气一点也不值。你们提白提能提怂们都可以做动词，怂个饼，看干嘛的，但意思不同，这况蛮不可讲。值得表示价钱相当合算，后面加动词或者动词短语，而值表示货物价钱相当，后面加前述。那我值得嘛？空卡，但你话值是什么算的？这世界啦，头台，去讲拉卡了。这个沙发价钱不贵，质量又好，值得买。这个手机值5000块，明白吗？可以话你拉卡头台，这个手机值5000块。OK， 选择填空。花了2个小时看这么个没意思的电影，你说值吗？值得吗？那个台，这本书值得一看，谁值不得？这瓶葡萄酒，这话值得1000块不买啊？值得嘛？空卡你买话拉卡嘛，1000块这本来拉卡嘛，这才值得了，不是值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注意，大家注意。这本书值大家注意，值大家注意，值得大家注意，不晒啊！那算来那个形容词，不啊，有个你值得大家注意，你可以讲你动词了，值大家注意的，怪笨，你算那个有个动词。对了，人的动词嘛，拉卡试试啊，不，对你不买瓦拉卡上，那你不晒。一件毛衣不值花2000块钱，不值得花2000块钱，不值啊！那么拉卡样不空卡，这话不值得花2000块钱，不值花2000块钱。
可能送个谁的。这件毛衣不止花2000块钱，不值得花2000块钱，不空卡不值得花2000块钱。你看我的，哪代的？对，他这要特来嘛，我值得的，对，不值花。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把送他了6年以后，把送他了1年头带给看你。顾客朋友们，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去看看帅了样来的支持，哇呀，应对哇，应对啊！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海洋会一个摔跤的话，也支持你，我支持你，应对。我们书店今天举行购书送好礼的活动，购书送好礼嘛，收安百嘛，就收安百嘛送可款。活动可以给我乐阳去讲的，购书买100元送一个笔记本，买200元送一本词典，买了嘛破了嘛吧，破好啊买个的嘛，就是拉卡好，头在好100元了得，买我得到100元送一个笔记本嘛 computer notebook。另外词典我咋能讲？另外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其中这挖了油漆，其中小说7.5折，地图8折，其中嘛有哪了？留学考试用书6折，地图嘛盘体可以挖了小说，不提了那个挖了不这个小说。比亚，不买比亚尼亚，小说7.5折地图，尼亚，留学考试用书6折，留学可以或者延当8天啦，考试送上用书嘛，那8就4月里嘛我用书，如果用书这话不有个考试这话不带这话用书嘛也不好的，这种考试用书，我上大学用书，我学习用书是那么简单。如果告诉买500元啊，可免费，不是那卡办会员嘛，就有个 group。这个货嘛，去讲这边 VIP 啊，洋人话会员，这个不懂在去讲，看他们打，我会员，在个不去讲，以后购书可打8折。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和所有的小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欢迎大家选购。我图款呢，没利用网格啊。和所有的小朋友们对那一个讲那么个，还可款了一份的礼物，这话1份礼物2份礼物份，不买1个礼物，这话1个的，算了话礼物啊个，欢迎大家选购，支持举行规划了举行个都摆了活动，这话个活动这话举行活动买。不买你买啊！你可话想帮看可以等个不买你来的，可以话你没想有个等啊！你话买试试，他这话你买个，就想咪等咪啊！你我不买话买，他可以话可以个话不对了啊！这货呢，买东西
谁买了？其中小说，你也小说，会员卡嘛，把银行卡嘅話，把卡、手机卡嘅話，充值卡嘛啦，巴拉哈等把卡，所有他们。人们常说一分钱一分货，意思是东西的质量和价格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便宜买好货，好货不便宜。在我便宜买好货，好货不便宜，个睇明白？便宜不好货，买好货那个他那个特那个坑个不离，坑离个不带那个特嘛，他们款多嘛，不可讲的。一般情况下，情况嗰個話啦，怎樣可以做了？一般情況都預算來話個，一般那個與他們講，一般情況下，你花的錢越多，買的東西就越好。就是很那個，坑個很離。其實可以話佢講對話，也不一定都是這樣的。有的時候質量很好的東西也會很便宜，買了的話。本康有的时候，例如多样，春天来了，那都卖了，冬天的衣服就会打折，好吧？เดี๋ยวนี้มันซื้ออยู่ลาตุนนาก็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质量对质量呀，质量空卡铺一样离的，也很便宜，花很少的钱都可以买到，质量。八婆，质量八婆也很便宜，好的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一到节日，哎呀，节日个样了，个蒙带蒙怕啦，商场也会举行，你话嘛举行，你们举办，这话举行活动、举办活动个大家举行各种各样去讲来样的当港不去讲那个大样降低价格。降低瓦特，降低样个的，降低价格，降低水平，降低，把这个东西降低也行。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当然，他们怕个bank卡嘛，ราคายัง特的是来啊。情况，那个也来了，边也มี那块个不情况。萨克不拉拉朗格克啊，朗格克不，讲朗格克，讲朗格克话情况话，例如举办各种各样降低，其中名词表示那个可以给我了其中可讲原来啊，在那个里面那些里面的意思指范围处所。例如，我们不仅要会读书，还要选择其中的好处来，这话不仅不偏的呀。那是人哋忽略安不养离อยู่ใน其中可以话你都可以话其中啊，这话宽个的，不？你们几个都好，你们几个都学习成绩都很好，其中有几个特别好，可以话อยู่ในมี宽了嘛，特别好，มี对沙坡嘛，特别好。虽然妻子工作很忙，但是他忙在其中，也乐在其中，忙在其中，乐在其中。我来说那个话来个忙在其中了。卡维亚个อยู่ในแต่มีความสุขก็อยู่ใน说那话那么讲，这
这个不必，你可以看俗语了，乐在其中，也忙在其中。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其中小说7.5，地图8折，留学考试用书6折，我们给挖了。很多人能取得成功，康类、赏类和成功，不这成功、赏类康类成绩了。很多人又取得康类又成功，成功可看刹那，不伤血，赏类不伤血，不失败又取得成功。其中很多人能取得成功，很多人能取得成功，其中有些人很多人能取得成功，其中有一些人不能取得成功有些人失败了，知道吧？其中有些人伤血了，失败了。很多人能取得成功，但是不卖很多人能取得成功了很多人了你们都赏类了嘛？赏类了，其中有些人特别好，只能这样说。其中有些人特别优秀个的。留你的不卖挖，其中有些人失败了，他那么很多人取得了成功和失败嘛，挖的那成功是什么？这其中这挖那宽刹那了，其中有些人这其中有些人，我有很多爱好可以给我了，选择养我爱好，其中有的话没样罗那，其中游泳、打球其中对有年的话，是要其中我最喜欢这马洋踢术，最喜欢游泳，最喜欢打球。虽然联系老同学聚会比较麻烦，虽然可以他们第多老同学会比聚会个热闹的关于那么讲比较麻烦个压抑比较困难，比较麻烦。其中虽然联系老同学聚会比较麻烦，就说了虽然他们真的是说了一个是但是嘛，但是也乐在其中，可以了。你压抑联系的底多老同学嘛，就莫言高了，与他们讲比较麻烦你的图下你对。其中也乐在其中你要说其中也有乐趣的这你的过这也乐在其中这天乐在其中的理由，但也忙在其中，乐在其中，因为他们讲的但也忙在其中。在什么下会可你把用课挖来了，在什么下中间的成分一般是带有修饰语的双音节名词或动词，表示条件或情况，或条件嘛，恩凯或条件，在什么下情况可以挖了。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不嘎地嘛，一般巴港。帕德萨塔、圣塔巴港、我情况的情况是什么的摆不特情况，那我念嘛，那我拉个坑圣塔瓦嘛，在什么下一般。你花的钱越多，还来个买的东西就越好。在冬天比较冷的情况下，这晒下说那有个情况多，这什么情况？
这还样个是个情况去讲，你这话是厦门带，在你不答应我的情况下，不可以呀，拜谁？这不很低，我只有自己去了。可以呀，引路噶还可以，他就不引路和你不借给我车的情况下，我就只有走路去了。吃完热面条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热面条。有情况下吃热面条，米红，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他的汉语提高非常快，提高可以给我坑，汉语水平提高，原来有个水平的这个汉语水平比他们两个的啊。考试时别紧张，考试时别紧张。考试时别紧张，在放松的情况下，他会紧张吗？哎呀，紧张个样了，紧张，狂的看，他这不等看我放松嘛？如果你在不紧张的情况下给他这不填嘛，不放松的情况下行，不紧张的情况下你会做得很好。我他就等填了这还样，这被送审了，就还不理的。我今天已经换了3次工作了，那我比你老变位啊变得上头了。什么情况下呢？一般情况下，我不会换工作的，是不是？一般情况下可敢算来啊，算来可以不太变位啊的。游戏教学不仅让学生们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快乐的学习环境。是啊，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吧，在快乐、在这种愉悦的情况下，这种轻松的情况下，这种因为那话游戏那话教学游戏有些就像去讲，就你给啦，你帅咪不？还呀你没看书了，个这演那个这不合适么？的话，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成绩也提高得很快。这种情况下，学生也比较感兴趣。在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要点你们可没来样填的，那时候要填样个的。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那个不挖了。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喂，孙阿姨吗？我是小周，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谢谢大家这一年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能和大家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王小姐在商场买裙子，她从试衣间出来后，您穿这条衣服有点大。售货员说：“没有，他从试衣间出来后，售货员说，售货员话宽破了开坑啊。我们调查的近7000名上班族中，有64%的人经常加班嘛，还为一样。这种水不仅很好喝，用它来洗脸时对皮肤也很有好处，所以价格要比其他的水贵一些。你这次蛋糕做的怎么样？你尝了吗？这次蛋糕做的怎么样？很好吃，没想到你水平提高了这么多。计划书你看了没？看了，各方面都介绍的挺不错。这个纸箱里面是酒，麻烦你搬的时候轻一点啊。好的，我会注意的。现在买沙发能免费送货上门吗？可以，我们3日内给你送到。今天购物
买400元的顾客可以免费获得一份小礼物。咱们已经买了380多了，再买2双袜子就够了。扩展通知词，其次、其中、其实、其他、尤其。安尼过去对内话通知词主词啊，就没看多能不是变看上来。能谈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吗？首先，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其次，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我觉得其中的人与动物，哎呀 ，OK 了。生活中有2种人啊，你们那多样还早。其次，那可以过个年了。首先，其次，其中有哪个话了？其实对话个话了，其他。哪吒呢？阳明阳话其他，尤其对杀破特别可以个话了啊。多样可以不话了。过年你还呢，这个还不要办的了。小时候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我妈，尤其是眼睛和鼻子，对杀破可以打个档克麦可以。他和弟弟虽然是同一天出生的，但是他们俩除了长得很像外，几乎再找不到其他共同点。哪吒你那个除了的话，你其他。为了找到最美丽的地方，有些人总是不停地去找，却从不注意身边的地方。如果他能停下来，也许呢会发现最美的地方就在身边。有些人总是不停去找，却从来不注意身边的地方。其实啊，你们去讲对话嘛。其实，如果他停下来，那么说样的话，有改改嘛，很好嘞。其实对话他那不被，那改改那个米，你大学生毕业前找工作时，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嘛。回个话了，米了首先的话，其次。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8小时内，共有1620个女人经过这面镜子，可以嘛？有内嘛？其中嘛，1/3，你我1/3的人花很短的时间看镜子中的自己，而经过镜子的600个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会照镜子，大多数人还会看看四周，看有没有人被人注意。แล้วว่ามาแล้วผมมีภาคหนึ่งไปคือการนี่มาผู้หญิงมา1/3ว่าคือการมี1/3มามีเท่าไหร่3/6 3/4 3/6 180ผู้หญิงยังมันมีผู้ชายหลายไหมบอกไปเปิ่งกันหน้าวัน啊不，那话他ผู้ชายมามี好多一个ไป本来呢照镜子，本完嘛ทุก知道吧？差不多嘛，隔了ทุกคนก็ไปเปิ่งแต่ผู้หญิงก็มี1/3不ไม่ผู้ใดก็ไปเปิ่งผู้ชายมาเปิ่งไว้嘛。OK， 然后了文化可以不话了，文化在外可以不这文化。วัฒนธรรมculture， 绿色食品，绿色食品 ，green， 绿色食品主要指那种在整个生产过程都没有污染的、食用安全的食品。中国的第一批绿色食品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上市的，它一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绿色食品的价格一般高于普通食品，但是绿色食品对身体有好处，而且对于保护环境有巨大的意义。绿色食品就本那个胡了嘛，绿色食品就相对于绿色食品，绿色嘛是条食品嘛，绿色食品嘛，去讲这不晒那晒牙来那话，绿色食品，没有污染怕是老样嘛，不了嘛吧，污染。莫拉
莫拉了我莫拉坡，莫拉皮，莫拉皮，莫拉皮，不莫拉皮啊，不安德莱，那个莫拉皮，绿色食品，吃绿色食品，但เดี๋ยวนี้คนตัวก็มีหลายเราอยากขายราคาลีอยู่ตลาดเราค่อยคือกันค่อยใส่ดิตอนย่างหมูย่างปลาย่างยังก็ได้แล้วก็นี่ได้มียังก็มีผีละสาระมันนั่งควันเท้าแล้วก็มีพายาไหลให้จำได้ควันอะไรคือการนี้ผมพอใจแล้วมายาใส่ยาลายมันก็ขายเอาแค่มื้อนี้อย่างหัวนี่ละ